大家好啊！歡迎收睇泉州一樂也，亨利泉州一樂也。咁我哋而家喺邊咧？就係呢個泉州嘅惠安嘅順寶鎮啊！我哋點解咁塞車咧？大家睇下，個個過年啦都出嚟玩啊！崇武國家海洋公園西沙灣自治區。好，國家海洋公園和西沙灣景區。咁咧，我哋都出嚟玩下啦。但係咧，人多景點我哋就唔想去啦。人多景點真係唔想去啊！順武古城嗰邊咧，應該有好多人嘅，熱門嘅旅遊景點啦。咁我哋見識過啦，即係嗰啲故宮啊、長城啊嗰啲節假日一定多人都癲嘅。你上網睇到嗰啲相咧，哇，人山人海啊！太堵啦，我們選擇呢條路啦。係啦，我哋揀第二條路，因為呢條路實在太塞車啊！太堵啦，我啲人都頂唔順啦。我們跟着本地佬，本地佬去換一個那個東北的本地佬，東北在閩南的本地佬，換一條便捷的通道。冇錯，換一條相對鬆動啲嘅路啦。咁我哋秉承住休閒旅遊嘅原則，唔會同人哋逼逼結結啊！喺香港仲逼唔夠咩？嚟到呢度去趕景點，我哋要好超咁樣去玩噶嘛！我而家遊下車河，去下海邊，吹下海風好過，唔好同啲人癲啊，逼到癲啊！好，去到再講。頭先提過啦，咁我就喺呢度望去咧，點解有個特別嘅感覺咧？好似見過似曾相識咁樣。哇！我就諗起日本九州啊，唔知講噶塘湖市場好似都差唔多咁嘅樣有一大堆漁船啦，跟住就係有個魚市場喺岸上面咁樣咯。咁啊，其實大同小異嘅啫，漁港呢啲嘢係咪先？都係將啲漁獲拎上去，即刻上岸就盡快送去餐館啊、魚市場嗰度賣，主打嗰啲新鮮。咁咧頭先就問我一樣咧，佢就話咁呢啲咧都呢個港口咧多數都係啲比較小細嘅漁船，咁啊當日來回嘅。咁啊出去啲比較遠嘅地方啊，台灣海峽啊，或者甚至係太平洋啊嗰啲咧，即係比較長途嗰啲咧，就唔係呢個港口嘅。咁嗰啲嘅漁獲就另外一啲魚啦，就比較可能深海魚啊嗰啲就喺嗰邊啦。呢啲多數咧當日來回咧就喺呢個港口度停靠噶啦。咁啊，因為過年就過晒嚟啦，翻晒嚟。咁頭先講到嗰啲漁獲咧，例如啲魷魚啊、啲小管咧，一撈咗上嚟咧，就係即刻冷凍啊！喺短時間之後要即刻冷凍，然後保持嗰個鮮度，爭分奪秒咁樣送上去岸，然後就送去餐館嗰度。剛剛說是有些老主顧是已經訂好了。對，船靠岸之前，他有的就會已經訂咗。係啦，船靠岸之前咧已經有啲熟客已經訂好晒㗎啦。酒店啊，係啦。好的一些都會靠岸。相熟嘅餐館啊、熟客啊已經訂好晒。最好的是第一批，第二批是什麼樣呢？是做那些魚類批發的，然後他們會來收第二批，最後剩下的就是現在岸邊的那些了。等你們一些散客來買啲散客老散咧就係食嗰啲最後一批嘅，即係相對嚟講你有對比啊嘛，你第一批嗰啲梗係最新鮮㗎啦，咁啊就擺上岸俾啲散客買嘅。我覺得應該世界各地都應該是這樣。應該都係，大家都一樣，放諸四海皆準，都係咁樣做嘅啫。因為酒店那種，你保證它的品質嘛。係啊，啲大酒家啊，比較高級嘅海鮮檔啊，咁梗要最靚嘅、最靚嘅海鮮啦。我諗日本都係嗰啲魚生都係咁嘅啫。然後賣魚的那些呢，他也得要求品質好，不然你品質不好就沒有老主顧來買啦。係啊，嗰啲賣魚嘅批發啊，都係要盡量都係靠前嗰幾批啦。最尾先至俾啲散客，即係我哋平時喺街市買餸嗰啲係最尾嗰批啦。以後再看到這種就看一看就可以了，不用太認真地買。係啦，也不會有太好的，但肯定可能要比家裡超市那種要好。都仲再好啲，係啦。要比內陸城市的那些都要好。冇錯。相比較來說，這肯定不是最好的貨。係啦，所以咧最靚嘅貨始終都係要喺一分錢一分貨，喺啲高級餐廳嗰啲海鮮檔嗰度先食到㗎啦。鏡頭見到嘅就係
順武古塔啊，燈塔，這是泉州的最東邊，泉州最東邊。泉州嘅最東邊，以前就係航海咧，就要靠呢個燈塔嘅。很久了吧？對，這個塔一直都有，以前就有。什麼朝代開始啊？我估計有從古城開始就有吧。這個古城是明代修的。哦，明代開始喎，我咁真係好 Q 耐噶咯。但在明代之前，這塊也有，但是沒有這麼多人，就是從抗倭開始。抗倭開始，戚繼光在這修的這個城。哦。所以城裡住的很多都是當年屯兵在這的後代。抗倭哦。對。就是抗那個倭寇。對。抗倭寇啊！哇，幾多年？多久之前啊？但這個城牆還是當時的城牆。哦。全是石頭做的。都仲係當年嘅城牆啊，係抗倭寇啊嘅時候。倭寇就是從海上來嘛，他就從海往上攻打，所以就在這個海邊修了一個這個城，專門為了抗擊倭寇。抗呢個倭寇啊，啊，都是比鄭成功還前的喎。啊，對呀、啊，當然比鄭成功更前。不對，戚繼光在鄭成功之後。哦，是吧？對，鄭成功是明朝初期，是朱棣時候嘛。戚繼光是在鄭成功之後。鄭成功是在這麼後嗎？鄭成功是在朱棣的時候，鄭成功下南洋。哦，不，鄭成功在是鄭和下南洋啊，鄭成功是清朝收復台灣，係沒錯，收復台灣。係鄭成功係明末清初嘅，係啦，睇都有睇過啦，鄭克爽啊嘛，鄭克爽啊，他兒子啊，還有那個什麼施琅，對，施琅就是清朝收復台灣的時候，冇錯。鄭成功是把荷蘭人趕走，冇錯，施琅是把老鄭家給收復了，所以應該是鄭成功之前，就抗倭寇什麼的。鄭成功之前，鄭和的時候抗倭寇，打小日本，倭寇就係而家所謂嘅日本仔啊。所以我這邊都是這一圈。